Just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节目首先祝广大的华人朋友们农历新年快乐。本期的新闻要点有：司政边巴次仁在阿鲁纳尔恰尔邦出席环境与安全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庆祝第76个印度共和日；副议长卓玛次仁在新德里出席德国脑脉基金会合作伙伴会议；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结束对欧洲多国的访问；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功重组；驻北美办事处在华盛顿举办藏汉新年联谊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正在印度东北部进行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近日在阿鲁纳尔恰尔邦首府伊塔纳嘎出席环境与安全为题的研讨会，并视察了该邦境内的2个藏人定居点。上周五1月24号，司政边巴次仁在伊塔纳嘎的立法议会参加了为期1天的环境与安全为题的研讨会，与来自印度各地的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和藏学家重点讨论了中国在西藏修建大型水坝项目的影响，以及对印度和下游国家生态系统和安全构成的重大威胁。司政在会议上致辞时，着重强调了西藏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以及在区域水安全中的作用。他还介绍了印度与西藏的历史联系及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阿鲁纳尔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则强调了中国占领西藏对阿鲁纳尔恰尔邦的环境和安全的影响，并呼吁该邦民众理解流亡藏人的困境并和谐相处。在结束对伊塔纳嘎的访问后，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六1月25号下午抵达该邦昌朗地区的米沃曲培林藏人定居点，并作为主宾出席了当地政府举办的第76个印度共和日庆祝活动，并为曲培林藏人定居点6座新建的社区大厅揭幕。在向当地藏人学生发表讲话时，司政重点强调了西藏高原的重要性，并呼吁他们保护正在衰落的白马锅巴方言。在另一场对当地藏人民众的公开演讲中，司政详细介绍了在伊塔纳嘎举行的环境与安全为题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并敦促藏人要与当地各部落保持紧密的联系。本周一1月27号，司政抵达阿鲁纳尔恰尔邦境内的低租达杰林藏人定居点。在为期1天的访问行程中，司政先后视察了定居点的基础设施和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并会见当地官员，感谢当地政府为流亡藏人提供的支持。在向当地藏人发表讲话时，司政强调了西藏高原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重要性。他还简要讨论了中国计划在雅鲁藏布江上修建大型水坝项目，指出该项目将给下游的沿岸地区带来严重的生态和战略后果。他还呼吁藏人加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维护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认同。此外，在印度共和国迎来第76个共和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于上周日1月26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总部举办升旗仪式，庆祝1950年印度宪法生效之日。在升旗仪式结束后，代理司政兼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向与会媒体发表讲话，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还强调，共和日是印度民主的基础，也是正义、自由和平等的象征，具有重大意义。同一天，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和欧盟联络官丹增平措出席了印度驻比利时、卢森堡和欧盟大使馆举办的第76个印度共和日招待会。在德国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在印度驻德国领事馆会见了桑杰加斯瓦尔领事，
感谢大使馆协助藏人解决签证问题，并出席印度共和日庆祝活动，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达了藏人的敬意。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于上周四1月23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了德国佛里德里希脑脉基金会举办的合作伙伴会议。在会议期间，副议长谈到了藏人行政中央与脑脉基金会东南亚分部之间的长期合作项目及其成果，以及在脑脉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西藏人民议会政策研究中心，在加强西藏民主方面的作用，以及出版的相关书籍。副议长衷心感谢脑脉基金会30多年来对西藏人民的支持，并呼吁继续加强在环境和气候相关会议上的合作。据了解，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纪念脑脉基金会东南亚分部主任卡斯滕·克莱因博士离任，而该基金会驻曼谷分部主任莫里茨·克莱纳·布罗克罗夫将接管印度分部。与此同时，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兰塔钦、拉加日朗杰卓嘎和宫阙雅培组成的代表团于1月23号至29号对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国家进行了访问，期间拜访重要政治人物和支持西藏团体。代表团于1月23号抵达丹麦，开始展开访问。首先在丹麦议会会见了议员萨沙法克斯，讨论了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行为、强迫同化西藏青少年以及破坏环境等问题。法克斯议员重申了他对西藏的支持，并赞扬了达赖喇嘛尊者在促进西藏民主方面的领导作用。代表团还与丹麦政党与民主研究所和欧洲国际青年组织进行了接触，探讨了双方合作事宜。在访问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期间，代表团参加了伊西诺布佛教中心举行的公开集会，期间强调了流亡藏人在保护文化和民主方面的作用。他们还会见了瑞典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玛格丽塔·塞德菲尔特议员，并介绍了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局势。本周三1月29号，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访问了挪威议会，并与挪威议员举行了会议，讨论了西藏境内的局势。期间，西藏议员呼吁欧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代表团还会见了挪威西藏委员会主席和执行委员，讨论了正在进行的倡导工作和其他与西藏有关的问题。随后，代表团还参观了诺贝尔和平中心，并与相关官员举行了会晤。此外，作为西藏人民议会外展项目的一部分，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登加措于本周一1月27号成功结束了对意大利米兰的访问。在访问期间，议员图登加措在格培林佛法中心举行了公开演讲活动，谈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西藏民主的发展、中间道路政策等话题。另外，在欧洲议会议员戴纽斯·扎利马斯的组织和20多名欧洲议会议员的支持下，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于本周三1月29号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厦重组。来自立陶宛的欧洲议会议员戴纽斯·扎利马斯在仪式上介绍了该小组的目标和宗旨。他表示，他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提高人们对西藏人民困境的认识，并在国际舞台上促进他们的基本权利。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则强调了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局势。藏人行政中央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而发起的慈悲年倡议，以及即将在东京举行的第9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等议题。与会的欧洲议会议员们共同表示，他们将继续致力于将西藏问题重新列入欧洲议会的议程当中。在仪式结束时，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向在场的议员和相关人士敬献了哈达，感谢他们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与光传媒于上周五1月24号在华盛顿特区联合举办了一场当地藏人和华人的非正式新年聚会。出席聚会的包括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光传媒创始人王瑞奇、中国民主活动人士郭宝胜和吴朝阳、罗胜春等中国民主人士，以及首都地区各大学的众多中国留学生和多家智库的中国政策研究员。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在活动上致辞时强调，与华人联络是办事处的重要职责之一。他表示，多年来办事处已举办了许多类似会议，并将继续通过在华盛顿特区举办年度聚会来加强与华人社区的联系。他还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出版的新书《为无声者发声》，并鼓励华人读者积极阅读。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则指出，与华人联络工作源于达赖喇嘛尊者的远见，并解释说，办事处10多年来一直在藏人行政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开展联络工作。他呼吁与会者珍惜这些难得的藏中对话机会，并向更多华人传播。包括王瑞奇、郭宝胜、吴朝阳、罗胜春等华人代表对达赖喇嘛尊者睿智而有原则的领导表示赞赏，认为尊者的贡献不仅使藏人受益，更使全世界人民受益。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